2024年10月，山岛二甲康瑞两个风台前后侵袭到台湾，这罕见的秋台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让过去真少淹水的新北市金山等等的地头毫无成灾，甚至有民众失去着性命。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的世界，包括台湾在内，到底要安怎来因应甲面对着这个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呢？有学者提出着海绵城市的概念，主张透过环境的设计，提升着城市的耐淹力。这个理念要安怎伫个社区改造、甲设计公共工程的时阵，具体来实现？安尼做了后，是不是真正会当来提升着台湾防灾的韧性？来看咱的报道。这样就管了，这边整个就变孤岛。我现在看到下雨会怕。创造更多的空间，让洪水无害的发生。碳排没有处理好的话，情况可能越来越严重。这任何建筑师都要做出因应之道。防灾工作比灾中的救援重要很多，社区其实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。金山老街成了奔流的黄河，不过一眨眼，水已经漫到了腰。我架了45年了，45年第一次淹这么高。黄色的土水一直来流入的街仔路变作水路。2024年10月初4这天，已经减弱做热带低压的山岛离风台外围环流，甲东北季风产生强环效应，伫新北市金山万里带来惊人洪水。家属凌晨报案，直到清晨才找到夫妻档，却已经是冰冷遗体。水淹金山，甲转去的路淹掉，汹汹来的大雨，谁拢想袂到，就安尼断走一对红仔某的性命。雨水暴涨来自突然啊，一下子冲破河床，要返乡一不小心就被水刮走了。归工了后，返来现场，大水渐渐啊退，天也咧落蒙蒙啊雨，居民的心情够大，也是真不安。在这边有过那么大的雨，雨有很大，但是没有这种情形。然后那天又涨那个大潮，你的水又出不去，然后大潮又一直打回来，只要膝盖以下的东西全部都泡到水，全部都丢。我现在看到下雨会怕哎。我烂掉了，那个啊。我才刚进货没多久，3、4点来到这边，忙到晚上，整个街上都静悄悄。南边的好。来到金山一定要逛的这一条金山老街，平时总是人潮满满。然而10月初的一场强降雨，将这里淹成了水乡泽国，单日的雨量超过了500毫米，排水不及，淹到了腰部。不止生意受到影响，我们也想要探究未来在遇到这样的强降雨该如何应对。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山陀尔在减弱的那时候东北风下来，它们形成了一包一包的对流包，然后在那边产生很大雨，尤其在秋季的时候比较明显。入秋了后，海内看中台接上报道，台湾有记录以来经历时间上晚的风台空掠，带来惊人的风波，各地拢有灾情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特别700个人受伤。花天巨浪袭来，直接越堤打进宜兰大溪渔港。康瑞台风袭台，强风豪雨，再加上涨潮，让东山河水位暴涨。这一刻，风强雨骤，紧接着各地灾情频传。就算单一的天气事件因素复杂，不过专家认为，若是全球暖化继续严重落，雷顺事件敢若会愈来愈多。这100年来增温的状态下，台湾的整体的降雨天数，事实上也是逐年减少，但是总雨量其实是不变。海洋温度越来越暖，压抑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或菲律宾海的对流的大气呢变得比较稳定，然后台风不容易生成。但是呢，一旦台风呢生成了，它储存了很多水汽量在近海面的地方，它就可以有很多燃料可以使用，它就可以变得很强。科学家把影响气候的各种变因甲历史资料输入模拟系统，对地球当时未来世界风险随看随知影。海洋对大气影响是什么？地表、陆地还有植物呢或植被也会影响到我们气候，人产生的空气污染、二氧化碳啊、温室气这些因素都必须要放在电脑里面。
碳排没有处理好的话，海洋温度越来越暖，会持续暖化上去，这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假设暖化会超过会到3度好了，哪里雨会变多，会增加多少？哪里呢会有干旱的问题？要有科学依据的冲击资讯，然后我们再去做必要的或合适的调试。根据2024年发布的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，科学家预估在上严重的排碳情形下，到21世纪末，台湾的风台数量可能会减一半。不过，强台出现的频率会增加6成，6点钟平均落雨的强度阁可能提悬40%。减少排碳，互看作是治本。不过，极端气候事件若真做日常，提升面对灾难的抵抗力，咱阁剩偌济时间。可能需要做更早的预备，即使它水来了，但是我可以很快的恢复到我原来的工作，我原来的生活，那也是一种韧性。所谓的治水工程或是所谓的防洪工程，通常就是把水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比如说我们一条河流右岸，假如右岸的人不想要淹水，他可能筑了一个堤防，那这个水就移到左岸。淹水增加了，他一定没有办法，他没有选择，他也要筑堤。那这样子其实是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恶性循环。尽量也在我们都市里面创造更多的空间，让洪水能够无害的发生。那这个呢，就可以透过海绵城市来试着达到。专家提出海绵城市的概念，甲英国治水的思维无同，主张提升土地承受淹水的能力，让居民袂阁惊吓。大自然的声音，让人心花开。在台北市的永春埔生态湿地公园，过去是废弃军营，也是冷冰冰的红门土，即马成做有悬有低的水池绿地。原来它的环境生态是埤塘，但是因为人的生活啦，或者国家的需求有军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据点，所以它就加很多不透水的材料。因为它是一个营区，几乎都是。铺面是水泥铺面，透不下去地面去，就会往两边的沟跑，那很快就沟就满了。要让河流不淹水，其实还是要考虑到城市里面本身就要让水慢一点到河流去。原来的平的土地挖深，那挖深就会形成一些低水位的湖泊，那挖深之后填在旁边，让它变成是草地跟植栽，这2个元素都可以让水慢下来。所以减缓的2个作用的做法就是蓄水跟透水。它的蓄洪量我刚刚说这个将近5000，可以滞留径流滞留延迟时间可以到8小时，这都是现在气候变迁下这个洪泛需要成洪的能力。对时代演进，公共建设若是爱看水甲实用，洪灾的功能嘛互列做是标准的要件。2023年5月，新竹市的地标东门头前亭因为大雨全淹做水池，引发着网友讨论。看来是工程灾难的背后，原来暗中设计。东门城广场其实是一个都市的调节池，它的存在不只是平常可以观赏游玩的地方，必要的时候它有储水的功能。大水可以直接的由上游流到下游，经过广场的本身，来调节整个都市会淹水的这样的困扰。1999年，柯文哲运用景观设计理念，打造这块让民众休闲的古迹空间。不过这几年，周边的商圈不时有淹水的事件，让建筑师柯文哲开始思考现有的结构，敢够有够通应对今摆的环境挑战。尽管当年的很多水利专家跟我说，这边是高地，比较不会淹，应该不用太担心，只要有相对的下水道就可以了。事实上那些下水道我们也做了，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下水道不够大。2019年改造工程5在启动，加入地洪概念的设计，发挥功效。我把这个广场比原来高层压低了30公分，水就流进来，就灌注到东门城，然后它满到一个程度之后，它会从下游就流出去，
那都市的核心有这样的功能，其实也多少象征城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。全球暖化这么明显，盖一个房子又过个5年，过个10年，整个时代可能又不一样了，所以怎么可以不小心呢？我觉得任何建筑师都要 aware， 然后做出因应之道，回应这个时代趋势的建筑师吧。高雄工程跳脱英国思维，替城市的韧性带来转机。不过面对气候变迁的冲击，社区上瓦群民众的第一道风线，想要提高安全指数，居民应该爱安怎做？市面青冷冷，厝顺山势排整齐，恬静的社区，大水嘛捌淹到门卡口。其实我们明星里当初也不是在水利处规范的一个易淹水的地区，但是后来就是从104年开始，我们就一碰到强降雨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地方就开始淹水。这个柏油路下雨的时候，雨就直接落下来，再加上我们山上会有涵养一些水，所以山的水也会下来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条河流。那这个河流就直接从那个地方水就下来，就直接淹到他们家。后来就是启发我们后续很多的一些有关水的治理的一些工作。除了增加排水孔顶应急措施，大雨带来警讯，予因及时行动，恢复山内减水功能是头一步。这就是我们明星社区的生态区，里面有6种萤火虫、14种青蛙，还有很多原生的物种。步道当初是水泥地，那水泥地跟我们生态其实是非常不吻合的一个设施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水泥地全部敲除，敲除之后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地上铺上碎石，山上的水下来之后，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水排掉，就不会把这个水量就是直接排到我们的排水沟，所以也就不用让所有的水都直接灌到我们社区里面。对。主题区的空间规划，除了考虑生活方便，同款来兼顾气候调整功能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废弃的游泳池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藏污纳垢。那我们就觉得很可惜，这个地方是消防蓄水池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填平。我们就想说，那用什么方式让这个地方也可以蓄水啊，也可以变成一个休憩的空间？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建制成目前的一个JW 脱水铺面的环境教育中体。那这个大家看得到，我们这个铺面上都有孔洞。不会有那个以前积水的这些状况，因为一下它就下去了，而且你看中间的那个，它其实就是可以引导水进来嘛。它水下来之后，只要到这边，它就会往这边进到这个洞穴里面。水泥铺面下面就是有碎石层，这里面会蕴含一些微生物菌，可以过滤水啊。最后水经过净化之后，就流到我们下面的雨水基砖，啊，让这个水可以供我们这边做一些运用。我们在旁边有一些那个红色的那个蓄水口，就有那个消防蓄水池的功能，种了这些杜鹃、桂花，好，它旁边后面其实是一个小菜园，大家对我们一般的水泥铺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。那这个地方没有水沟是它的另外一个特色，这个下面它有一个接水的导管，可以把水排出去。那没有水沟的好处是什么？不会有蟑螂。老鼠这些问题，而且夏天的时候绝对不会有那个登革热。住在高风险区的居民要安怎用危机意识来做水闸，就是守护平安的关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淹水但是不会造成水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，就是我们的防水闸门。里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黄药师，平常照顾老人家贡献非常多。那时候淹水的话，主要在这个地方哈是比较低洼，那两边山上的地方哈是比较高处，那它水全部汇集在这个地方来。当我们看到急降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先把这个水闸门自己先做准备，把它架起来。那起码来讲，我们在水真的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确实有达到它的一个效果。虽然整体环境改变，可是每个地方面对到的风险不一，它的自己的自身条件跟资源也不一样。即使有资源，它的 priority 也不一样。我们在推动一个很重要的调试作为，就是以社区为本的调试。面对极端气候事件，国家政策无通包括所有的层面，所以国际间倡议以社区为本的气候调适，强调为下向上因地制宜的对策。这嘛互写入2023年上路的《气候变迁因应法》甲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当中。好天就接雨来牛，民间自主的防灾能力袂当看轻。
不管是市或是中央，他们不可能注意到那么细节。社区其实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，潜在的一些危险的时候，就社区里面最知道。那我们是在去年做了一个有关水患自主防灾社区的一个演练，针对我们的排水沟做一些清查，该去聚树的去聚树，该去抽水的去抽水，着重在自救跟呼救方面的一些需要的技能，我们就在那个场合做一些演练。像日本，包括他们防灾也是以社区为单位的欧洲有人在做这种倡议，说离家几公尺以内要几棵树，都会从社区做起。政府呢，是不是有个规划，包括资源的投入跟协助、能力的培养等等，能够鼓励社区呢去做一个降温，然后吸水的社区。防灾工作比灾中的救援重要很多。我们现在很多事都讲究 KPI 嘛。那做减灾之后，假设我花了10万块，它的效益是什么？它的效益是没有灾害，那怎么去衡量？好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怎么要让大家都知道说减灾的重要性？地球小滚滚，气候各样，安基的冰川愿望随时可能被风雨毁掉。创新的工程设计，社区的集体行动。目标拢是降低风险，减少灾害，建立安全的家园，挑战也搁在继续。